来，我们请胡小姐，我们站在中间，我们先跟讲座合影留念，谢谢。好不好 ？OK。好，看这边哦。开心一点，开心一点，对。这个讲座的设计给我，讲座对，好来，对，来开心一点，对。好，在前面哦，对，在这边，来这边，慢慢高点，对，好，到哦。这边。这一次是以后山乡土记事这样子的一个节目来获得我们教育文化节目奖。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教育文化节目它算是我们社会上一个公益很正面的一个力量。那这一次我们介绍是非常美丽的后山，对啊。那我想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肯定的节目。那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的得奖感言？是，其实我刚刚得奖的感言已经其实代表我绝大部分的精神了。我要很真实的跟各位说，其实我今天真的不知道我会得啊！你从今天早上坐火车从台东来到台北，其实我没有任何的想法。我为什么会没有任何想法？不是说我不想要得这个奖，虽然它是我第2座金钟奖，但是这一座金钟奖给我一个人生很大的鼓励，是说，其实今年本来3月份我要离开广播界，我本来想要寻求另外一个工作的范围。但是很奇妙的，我再留下来了。那广播金钟奖就是我要面对的第一件事情。那我知道这是我自己生命要去面对的事情，也是我不能逃避的一件事。再次得奖，那表示我的主希望我留在广播界，而他也肯定我在广播界努力。在这3集的入围的节目里面，我要很谢谢我的受访的对象的合作的伙伴。因为我在其中有一个节目是广播书车的活动的剪接报道。事实上，广播书车是我们教育电台台东分台已经持续将近2年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到许多偏远的学校去说故事。那这一次我就剪辑我自己的部分。事实上，我其他同仁他们也一直在努力在推这个广播书车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我们持续关怀一些偏远的学校，比如说像88风灾的这些孩子。没有人去关心他们，没有人去知道他的需要的时候，那我们到学校去，虽然我们就说故事而已，但是其实每一次我们到学校，我们都会看到说，这些孩子真的是很需要外界的一些支援，很需要外界的一些关心。那我觉得我们广播我们可以做的，真的不像电视那么的辉煌，也没有画面可以看，但是我们做的就是一个感动人的工作。我觉得我可以在广播界努力，可以继续的努力的动力就是我有了一个愿意去分享的心，我也愿意将我所感动的内容跟更多的人分享。就像今天晚上，如果你听到了我的分享，你有觉得感动的话，其实你真的可以现在就开始去关心你身边的朋友，关心你所不认识的。其实从你在关心过程，其实你自己都有所收获，有所成长。我也很谢谢在这次我入围的这个作品当中，我的朋友包括了像绿岛大校的李梦发先生，我们也因为这样的节目采访变成好朋友。那还有呢，在台东都兰的这些艺文界的好朋友，他们都愿意贡献他们在生活当中他们所思所想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真的非常谢谢他们提供这么好的素材。当然也非常欢迎在座的各位真的能够到台东体验好山好水，来看一下我们教育文化的发展，还有我们教育现况的缺乏。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胡女士，恭喜您得奖，我们真的有被您感动到，因为真的是很正面的一个力量。那我也恭喜您获得这个重要的奖项。